今日講點樣戒甩身上嘅弱者氣息 weakness。咁點解你總係覺得自己冇氣場啊？係嘛？所謂人善被人欺，馬善就被人騎。你有冇試過去到邊度都覺得自己好似矮人一截，又唔敢表達自己，成日驚得罪人，係咪？人哋一個眼神呢，你就諗成晚。其實呢啲全部都係你身上散發嘅一種叫做弱者氣息 ，the chi of weaknesses。弱者氣息咧，唔係一朝一夕形成啊，而係你日常生活之中喺無意識咁樣做咗無數個呢咁嘅縮沙嘅行為累積翻嚟㗎。喺潛意識入邊咧，其實人哋3秒鐘咧就可以 feel 到你呢個咁嘅氣場嘅強弱啊。當你抵抗力弱嘅時候，細菌就會入侵。呢個係一個宇宙定律。你越係做好人 ，OK， 越係過度嘅配合，對方就越係會踐踏你嘅界線。呢個係一個宇宙嘅定律，而不是對方係好人定壞人，係嘛？我哋要拆解，首先一個弱者5個弱者信號，同埋點樣用3大嘅氧氣嘅法則去戒甩你呢種嘅弱者嘅氣息。首先典型嘅5個弱者信號，第一，口頭禪，口頭禪會殺咗你呢啲咁嘅微細嘅行為，譬如話隨便啦，冇所謂啊，係嘛？你哋話點就點啦，即係唔敢表達自己真正嘅一種偏好，永遠就係將主導權交俾人哋。第二，未打先輸，習慣性嘅否定自我，係嘛？未打先輸啊，人哋都未拒絕你啫，你就已經喺心入邊就覺得自己未夠料，未準備好。第三，太過敏啊，太敏感，極度精神內耗啊，別人一個眼神，譬如話已讀不回你嘅信息，係咪？你 po 咗上 Facebook、IG 嘅 post 冇人覆你，你就開始覺得自責，不斷去幻想自己做錯嘢，寫得唔好，呢樣唔好，嗰樣唔好，你對別人嘅情緒太敏感，但從來就唔識體諒自己。第四，盲目嘅追求穩陣，怕槍打出頭鳥，成日怕出錯，怕講多錯多，永遠就係縮入去個舒適圈入邊，將懦弱咧就包裝成謹慎。第五，拖延與同埋逃避，內心嘅其實係好驚好焦急，但係行動上咧就用個拖，係嘛？用逃避嚟掩飾自己對呢個失敗嘅恐懼，係咪？記住就係當你唔主動去關注你自己，你內心嘅呢種嘅陰啊，陰陽嘅陰啊，即係譬如話自卑啊、敏感啊、討好啊別人呢啲，就會蓋過你嘅陽面，即係你嘅自信、動力同埋氣場。好，下一集再講。